生椒，你看一下，所以就这个都叫那这打碎型，不要放太多的放。哇，这个好像都调到这来了，特别香。我想喝酥油茶，你看，这是酥油新的调，好吃哦，它特别好吃，能够做酥油茶。酥油茶，谢谢。你看，现在要放3把，现在放3把，然后就搅，这样的这个嘛，刚刚也是把这个就是那个，哎呀，闻起来好香，我也觉得，闻一下，就这样。哎，来听着，这熬出这个雅安簪桃对吧？这个看着，哎，对的，来一下，饮料就做好了，哟，饮料就做，然后让我倒开水，明白，有牛奶就不错，你看，哎呀，现在这个茶的样子现在来了，酥油茶的样子，哎，可以，够吗？现在够吗？够。茶的样子，这要熬多久啊？我回来了就没喝的。哎呦，我看你一个人喝，我还是算了，不去看药了。看它的你刚刚不是我们放了那个牛奶嘛，然后就现在就开始放一小加密，对，茶药，买一个茶药，对，放加密。现在放下这个，我不明白了。你先出锅，你看，这个，你看，酥油茶，来吧，喝吧你们，特别好喝。这今天喝的那种茶有点不一样，对吧？因为这里面不是茶药嘛，有茶药味的，对，特别香。